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真偽堂嘅偽命題系列啊！咁偽命題係一個希望可以就住一啲特定嘅題目去分享一啲我嘅睇法，同埋或者係一啲我親身嘅經歷嘅事情啊！咁希望大家都喺下面留言，分享一下自己嘅睇法，一齊互相交流一下啦。咁今次嘅主題係金或者銀啊，即係金同銀啦，呢個市場啦。但係由於呢個題目都會幾大嘅，咁所以我會分開幾集咁樣去同大家去講。咁首先要了解呢個金銀市場之前，我哋需要知道嘅嘢係佢嘅來源喺邊度呢？點解個供應會短缺呢？咁第一集我哋即刻嚟探討一下金同銀係來自邊度，主要嘅產地又係咩國家呢？咁同埋2026年啦，終於嚟到第3個月咯，話咁快就已經度過咗3個月啦。咁佢哋面對緊一啲咩嘅問題，一啲咩嘅挑戰呢？開始之前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鈴鈴，咁我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呢一個系列一連幾集咁樣，你先至可以好方便咁樣去追到啊嘛。我幾時出下一集，撳咗個鈴鈴，你一定會知道。咁事不宜遲啦，即刻就開始啦。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香港唔同嘅金鋪度都買過，例如係金鏈啊、金戒指、金耳環，甚至乎有人結婚係會去買啲金嘅飾品呢，或者係金嘅金嘅製品啦，或者你有冇買過一啲銀嘅製品呢？依家其實都好流行，就係用銀嘅製品嘅，標榜純銀嘅。咁甚至乎有冇人係直接去買金條銀條嚟作為投資嘅用途呢？咁你買過嘅話，其實你又知唔知其實佢哋喺邊度嚟嘅呢？我講緊嘅唔係你喺邊間嘅鋪頭買翻嚟啊，而係佢背後喺邊個礦山呢？有個礦山喺邊度啊？有回收又係點樣啊？供應鏈又係點啊？咁樣你哋又知唔知呢？咁其實金銀作為一個地球嘅資源，我哋主要係利用開採嘅技術去獲得金同埋銀嘅。咁而利用呢一個方法呢，我哋已經獲得到80至90% 嘅產量㗎啦。咁剩低嘅就會係喺回收舊嘅飾品啦，或者係一啲電子廢料度去攞翻呢啲金同銀出嚟喎。嚟到2026年啊，其實全球嘅金嘅產量係去到3000到3500噸，而銀就再多啲啦。銀其實佢嘅產量係去到25000到28000噸㗎啦。咁而且一路暫時都仲係需求大過供應啊，咁導致到個赤字啦，以及係價格嘅大波幅啊。咁呢一集咧就會幫你理解下佢嘅產地點樣可以令到去你哋嘅投資上面嘅價格係會有影響呢。咁喺 X 亦都係 Twitter 上面有好多嘅討論，就係話喂，礦業開始有危機咯，佢嘅危機主要就係因為價格上漲，咁又係咪真呢？呢啲聽完今一集嘅內容之後，大家一齊諗一諗啦。咁一開頭我哋要講下金嘅產地先啦。金嘅產地同埋來源呢，其實主要集中翻喺亞洲同埋歐美嘅。咁首先嚟到今年3月啦，暫時估計中國係領先緊嘅。咁產量係大約去到370去到380噸，佔咗全球11至12% 嘅啫。咁主要就來自山東、河南或者吉林嘅地區啊。而俄羅斯排第2，澳洲排第3。咁澳洲排第3嚟講，就已經屬於西方最大咁滯噶啦。咁即係你唔好計俄羅斯呢啲西伯利亞，而俄羅斯排第2啊，講緊最少都攞緊310噸嘅資源。澳洲排第3都講緊290噸。咁加拿大、美國分別就攞緊200同埋160噸左緊啦。咁其他地區都仲有南非啦。南非其實喺歷史上面都係一個淘金嘅大國嚟嘅，但係而家嘅產量已經係跌到去100噸樓下㗎啦。仲有秘魯啊、加納呢啲地區，咁佢哋來源一般都係喺
地下嘅礦洞啊，或者喺一啲露天嘅礦度攞翻嚟嘅。咁剩低嘅可能仲有20% 啦，大概就係靠回收電子廢料同埋一啲舊嘅金色去攞翻嚟嘅。咁央行就好似中國同俄羅斯咁樣，雖然佢哋係會釋放佢哋嘅儲備出嚟，但係佢哋買入嚟呢，佢哋釋放咗嘅儲備多數都係攞咗嚟買入呢一啲金嚟去對沖翻美元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喺度希望可以脫離到美元嘅控制啊嘛。呢一樣我哋之後係會再講嘅。咁所以佢哋就買好多金啦。咁而家第二樣，我哋講下銀嘅產地同埋來源先啦。咁銀咧其實好多都係副產品嚟嘅，而且佢哋都係喺銅、金或者新嘅礦嗰度攞翻嚟嘅。而佢哋嘅藏量或者總之佢哋獲得嘅量咧係可以多好多嘅，起碼係多10倍、20倍嘅，即係比起金嚟講啊。咁墨西哥係已經係領先緊啦，估都估唔到墨西哥係。你以為毒品係從墨西哥啊，或者係哥斯達黎加啊呢一類嘅哥倫比亞呢啲地方攞翻嚟啦，佢哋就好勁啫。咁但係原來墨西哥喺銀方面都好勁喎，唔止係喺負面嘅嘢上面好厲害嘅喎。咁而家就有大約6300去到7200噸㗎啦，估唔到啊！佔咗全球22到23%啊！墨西哥就係好勁啊喺呢一方面。咁秘魯頭先喺金嗰方面就攞得好少啦。咁依家佢喺銀上面係排第2嘅，去到3100去到4200噸。中國頭先係排第1嘅，本身喺金上面佢係排第1㗎嘛。攞緊300噸、300零噸嘅資源噶嘛，咁但係依家嚟到銀，佢只係能夠排第3啫，攞緊3300去到3800噸，而且出口係受到管制嘅。咁仲有波蘭同埋玻利維亞加埋大約有1300噸到啦，智利同俄羅斯就大約1200噸，美國1100噸，澳洲1000到2300噸。而呢一紮嘅數目全部都係一個約數嚟嘅啫，咁啊唔係一個緊數嚟嘅。咁始終每一次攞嘅時候都好難去 exactly 咁樣去攞到一個真真正正嘅數目，係好難去計嘅。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約數嚟嘅啫。咁嚟到2026年呢，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意外嘅就係，喂，就咁多地方都有咁龐大嘅資源嘅咩？咁佢哋喺呢個咁龐大嘅資源，其實唔一定係開採翻嚟噶嘛。頭先講過金，佢哋都可以透過回收咁樣攞翻嚟噶嘛。銀一樣可以嘅。頭先提及到佢哋可以從銅啦、金啦、新嘅礦度攞翻嚟嘅。咁所以銀能夠獲取嘅地方、獲取嘅途徑，亦都係相對地比較多。咁而且因為而家工業嘅需求啊，例如係 AI 啦 ，AI 要用電腦噶嘛，咁電腦要有好高強勁嘅配備，你先至可以用到一個好強大嘅 AI。咁呢啲資源通常就會喺銀嘅作用就會好大啦。咁仲有電車啊，或者係太陽能啊呢一類型，講緊環保啊嘅設施啊，咁佔咗已經係。即係淨係呢3樣嘢就佔咗70% 啦，即係個需求啊。咁而且赤字亦都係連續嚟到第6年啦。始終而家真係你個需求係大過供應啊，呢下好大鑊啊。咁而家嚟到2026年產地嘅問題啦，金銀礦業係受到嚴峻嘅挑戰嘅。咁點解個礦業會受到挑戰呢？因為礦石嘅品位。即係佢哋嘅 quality 啦，係已經下降緊，而且需要挖掘嘅深度亦都係更加深嘅。你挖得唔夠深，係揾唔到呢啲貴金屬㗎啦。咁直接就令到個成本係上升咗至少75%。咁所以點解而家嘅礦量會下降呢？因為其實邊緣嘅礦場已經蝕本，咁一蝕本佢哋就執笠㗎啦，要咁就變相咪會變成咁咯。再加上通脹啦、能源價格嘅上漲，亦都係影響緊全球㗎啦。地緣嘅政治，好似俄羅斯制裁啊、
中東緊張嘅局勢亦都係斷咗個供應鏈啊。咁甚至乎係而家環境嘅法規亦都係好嚴格嘅。咁再加埋勞工短缺、水資源短缺、非法採礦嘅模式亦都係增加咗，因為佢有好高價值嘅利誘底下，而令到呢個非法採礦係增加咗啦。所以銀嘅赤字亦都係去到150%嘅。咁金供應雖然依然平穩，但係要揾個新嘅礦出嚟係好難好難，所以呢啲問題就會加劇咗短缺同埋推高咗個價格啦。咁最後一樣嘢就係講緊法規嘅挑戰啦。2026年咧，金銀嘅礦業啊，佢哋嘅法規係越嚟越嚴格嘅，全部都係聚焦喺一個環境嘅保護啦、出口管制啦，甚至乎係講緊呢個 Homeland Security， 即係國家嘅安全啦。咁中國其實係由1月1號開始咧，已經實施緊銀嘅出口許可制度嘅，只有44間公司係獲准出口嘅啫。咁取代咗舊嘅配額系統嘅。咁目的就係想保護資源啦，同埋環境啦，並且係將呢個銀視為一個戰略上面嘅物資，類似稀土嘅管制咁樣。咁我其實相信大家住喺香港嘅話，都會好清楚知道大陸而家佢哋嘅發展嘅產業，特別係喺電車啊、AI 啊，甚至乎係其他科技應用上面嘅層面，都需要大量嘅貴金屬嘅。咁所以點解佢要去管制呢一種貴金屬嘅出口，或者叫做稀土嘅出口呢？咁未來都會講下稀土嘅嚇，呢度啊順帶一提啊。咁我哋係會好明白點解佢要咁樣做咯。咁而澳洲啊、加拿大啊就強調係可持續開採喎。咁呢一種咁嚴格嘅法規咧，就包括埋呢一個嘅廢物嘅管理啊、全球標準嘅合規啊。咁呢一啲嘢都會增加成本，但係會確保到社區係會有足夠嘅支持嘅。咁呢個講法咧，即係呢個可持續開採嘅講法啊，其實係有啲似捕魚嘅概念嘅。而家捕魚一樣都係提倡緊永續呢一個概念啦。即使係話你捉到細嘅魚，我哋係唔會捉翻嚟賣，捉翻嚟食，我哋係會放翻落個海度，等佢變大、養大咗佢，我哋先至再捉佢嚟食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個永續嘅概念啦。咁呢一度其實就會同開採嘅法規上面係有啲似嘅。咁俄羅斯又受到國際制裁啦，呢樣唔使講啦，出口一定係受到限制啦，令到你揾唔到錢啊嘛。咁墨西哥同秘魯啊係一啲國家安全嘅法規啦，加埋勞工同埋環境嘅要求，佢哋根本就冇辦法去滿足到。咁美國喺一個叫做 Section 232調查，考慮緊將關鍵嘅礦物關稅係會減低佢。但係而家係暫停實施嘅，轉向澳洲同秘魯等等其他國家簽緊一啲叫做雙邊嘅協議，促進呢個供應鏈嘅多元化。咁呢啲法規雖然係保護咗環境，但係亦都推高咗成個生產嘅成本，亦都係令到短缺嘅風險提高咗，影響緊全球嘅價格。頭先唔好意思，有個位講錯咗少少嘢，就係個美國透過232調查係考慮緊加礦物嘅關稅啊。咁但係已經暫停實施咗啦，係啊，呢度要補充翻少少先。咁總括嚟講啊，金銀嘅產地集中喺中國、俄羅斯、澳洲、墨西哥等等嘅國家，咁來源就主要係開採同埋回收啦。而2026年面對住呢一啲嘅成本、地緣環境法規嘅挑戰，亦都係導致到個供應好緊張。咁呢一集作為金銀嘅系列嘅第一集，就同大家講咗產地嘅問題係點樣影響到你哋購買嘅價格。咁大家而家好清楚明白點解你哋買金銀個價格係浮動得咁緊要啦，又或者點解突然之間會高得咁緊要咯？依家知道啦。咁呢個系列就由今集開始正式咁開始啦。下一集我哋會講下點解個購買熱潮嘅現象係會誇張得咁緊要啊！所以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鈴鈴啊！咁
仲有，如果你知道更多產地嘅故事，或者你有類似採礦嘅經驗又好，你去淘金嘅經驗，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俾我哋知，大家一齊互相討論，一齊去溝通下，順便俾啲意見我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